差唔多都有好多初出馬就準備出嚟啦。上季咧一共有嚟自14個馬房嘅30隻馬一出即勝嘅，有4個馬房咧係有起碼3隻一出即勝嘅馬嘅。邊4個馬房咧？尤達榮，尤達榮係冇咁多嘅，我冇記錯好似係得2隻。大路啲咯，估大路啲啱㗎啦。我大路啲啱啊，咁蔡約翰咯。蔡約翰冇錯，首飾天空跨境寶馬綠野飛馳，而且蔡約翰頭先講咧3隻都係大熱門。第二個啊，阿廖蛇啊，廖蛇係冇嘅，大衛希斯。大衛希斯係冇嘅，原來大衛希斯初出馬原來唔係咁勁嘅咋。OK，羅富全。冇錯啊，百千財星馬力海船星遨遊波士，你剩翻咧就係有一位5 win 初出馬，有一位3 win 初出馬。5 win 嗰個係都大嘅個馬房，伍彭志、並不是。丁冠豪、丁冠豪並不是。蘇偉賢。冇錯啊，嗰隻頭先講嗰隻咧就係假面騎士。上季蘇慧賢係有5隻一出即勝嘅。康樂高球、彭才、假面騎士、勇闖高峰、駿馬之曲，最後一個呢個係相當之難，因為嗰3 win 都係10倍以上。毛偉傑。冇錯啊，毛偉傑嘅光年情長45倍，喵喵怪40倍，仲有一隻係美麗佬喎。係喎。毛偉傑3隻初出馬都係10倍樓上嘅。